中東17冠前哨戰，首次道出比賽心路歷程。大學4年嘛，那時候其實有在比賽，我就比了很多賽，就是儘管有一點點成績都好，感覺還是沒被看見。我來這裡的原因是經紀人推薦的，他就說你要不要突破自己去嘗試看看唱台語歌。哇，這個不只是挑戰，那時候一開始真的是很抗拒的，也是自己掙扎了很多天，然後還想說就是我試看看，可是沒有想到就是現在走到這裡。今天這首歌對我來說意義是比較大的，就是像去年6月有去印尼表演，然後那時候的反響是很好的。我想說，哇，這首歌有給到那麼多人力量，想說自己也可以在這裡分享，用正能量傳遞給大家，然後也鼓勵自己可以更好的往前走，不要放棄，就是要為幾年前來這裡的自己負責。不畏辛苦，勇敢追夢的東東，最後能否闖進車輪戰？做伙看日頭。